第三章，為輔導心理學把脈。一、個人輔導理論。3.1 精神分析學派。如果要追溯心理動力學派嘅產生，可上溯至古典精神分析學派嘅鼻祖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同榮格都係精神分析學派嘅主力人物。後來二人喺形而上學嘅觀點有所分歧，榮格自行發展榮格心理分析學派，弗洛伊德其他門生又發展出新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，之後又逐漸演進成為心理動力學派。我哋冇時間去詳細研究所有人物，而弗洛伊德又被公認為影響古典精神分析學最深遠嘅鼻祖，所以接落嚟呢，就讓我哋嘗試同佢做一次朋友，認識一下佢嘅心理學說係點樣誕生嘅。3.1.1 弗洛伊德小檔案。弗洛伊德生平小傳。弗洛伊德生於1856年，死於1939年。奧地利人，猶太血統，早年移居維也納，出生於再婚家庭，乃家中長子，有8名兄弟姊妹，學業成績優異，深受父母寵愛。早年生活不詳，因為弗洛伊德喺1885年到1907年間2次銷毀咗佢嘅個人生平記錄。喺維也納大學讀書，早年鑽研鮮嘅生殖生態學問，屢受挫敗，毫無所獲。後來轉修醫學，深受德國物理學家布呂克嘅心理動力學說影響。弗洛伊德對原我嘅想法，深受同期嘅思想家尼采所影響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成為執業醫師，主診腦神經科。中年時期，自己都出現咗唔少嘅精神情緒困擾，成日發噩夢，同埋出現精神恐慌嘅情緒。心理學家高爾認為情緒困擾時期嘅弗洛伊德心理學見解嘅豐收期。晚年因為過量抽食雪茄，患上下顎癌，動咗過百次手術，要求安樂死而逝世，終年85歲。著有《夢的解釋》同埋《精神分析引論》等等。